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即件呐，拢安尼讲袂听，啉酒搁硬要塞车，结果共弄死人咯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的十指，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暗顿食饱，69岁老妈妈帮忙赶物件，要送后生新妇甲孙仔上车。过大路的时阵，互一个啉酒开车的水电工逆向甲弄落，这个老妈妈当场就失去着性命现象，送病院抢救，救袂倒来咯。啊，这个水电工的酒测值是高达0.57，是真悬，妨用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罪移送侦办。 这是他儿子先过马路，他应该是帮儿子拿东西啦。附近人双手赶几赶过车路，行到一半，向有光线接近，一台车直接弄到这位附近人。对伫后壁的新妇看到过程，赶紧冲去看大家的状况。附近人的后生和孙仔嘛，赶紧卡119。有听到嘣一声很大声，有听到人在哭的声音，那我就跑过去看啊。 昨暗时7点外，新北市十指石平路一段大山边的附近人爬楼推去路边要过车路，想要到有一台黑色轿车驶甲真紧，而且阁驶颠倒向弄到伊。附近人当场无喘气，送病院急救，要是过身。上可恶的是，吊丝甲四规身躯拢是臭酒味，酒测值高达0.57。他很热心呐，很好啊。早上要出去都会来了，晚上回来他也要来了。 死者退休了后，拢踮伫厝内，逐工拢会去厝附近的庙斗饼扫做义工，阁会放一寡盆栽。两个后生拢住伫附近。代志发生迄天，后生规家伙仔转来，暗顿食煞附近人斗逛物件，阁送后生新妇孙仔上车，煞拄着意外。吊丝甲叔是做水电的，迄天去朋友的厝内啉酒，阁坚持要家己塞车转去。伊讲伊无看到人，毋过酒驾是事实。上尾啊，嘛互依照公共危险和过失致死罪移送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